Hello，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記憶培訓專家封 Sir。借住呢一條嘅影片咧，好想同大家推介呢一個暑期記憶訓練放題同埋香港三字記憶王挑戰賽2025啊！相信咧大家都會好認同噶啦，一個人咧嘅識字量多與少咧，係會好影響到我哋文章嗰方面嘅閱讀能力啦、表達能力啦，甚至係我哋嘅理解能力、學習嘅能力噶噃。嗱，但係問題就係點樣可以幫助到我哋嘅同學仔大量嘅累積詞彙呢？嚟緊呢個暑假啦，我將會咧透過有系統嘅訓練啦，唔同嘅記憶技巧咧，幫助同學去到記生字。當然最重要嘅地方唔係純粹咧去到學400幾個中英文嘅詞彙喎，而係咧我哋要將一啲嘅記憶方法運用翻喺讀書上面，等用到同學咧喺開咗學之後，無論喺默書、測驗定係考試當中，都能夠無往而不利啊！我已經準備咗超過200個嘅中文詞語同埋超過200個英文嘅生字，咁透過嘅課堂係超過90堂啊！分別會有咧40堂以上嘅中文嘅生字嘅記憶啦，同埋40堂以上嘅英文生字嘅記憶，合共超過400幾個嘅詞語啦。咁我會讓到同學放題嘅形式上堂。咁我相信咧，大家都會有聽過甚至試過放題噶啦。原理亦都係一樣。我準備咁多個課堂，大家冇必要全部上晒，但係如果你嘅時間容許，你亦都有興趣嘅話咧，我係歡迎噶。越學得多，越上得多堂咧，我好相信大家累積嘅詞彙量亦都會越多，方法嗰方面記憶嘅技巧亦都會係越理解得好，同埋咧磨練得充足噶。咁至於你話課堂嗰方面嚟講咧，90個課堂係目前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已經準備咗嘅課堂喎。隨住咧，如果我哋嗰個課堂嘅報名人數越嚟越多嘅時候咧，我將會再增加多啲嘅課堂落去，讓到同學家長去到選擇上㗎。嗱，咁當然啦，唔同嘅課堂咧，我哋都會以 Zoom 實時嘅形式去到進行。咁由我啦，同埋我哋嘅導師團隊咧，一齊去到參與進行㗎。咁當然啦，每一個課堂咧，我都會有一啲重點嘅環節去到做到一啲錄影，讓到咧同學可以喺課堂之後做到重溫。咁即係換言之啦，如果有啲嘅課堂同學係未能夠參與，本身好有興趣想上，但係咧時間嗰方面就唔到嘅話咧，咁都可以透過網上去到睇翻錄影。不過我相信咁多堂咧，總會有好多嘅課堂嘅時間係大家能夠上得到嘅。咁但係你話喂，講完咁耐啦，阿 Sir 究竟你係邊位啊？咁我全名叫李鑑峰，通常咧啲人都會叫我峰 Sir 嘅。18年前我係全世界第一個嘅華人啦，獲得一啲記憶賽事國際賽嘅冠軍。咁呢18年嚟咧，我都好專注嘅去做記憶培訓。呢咁多年嚟啦，我去過唔同嘅大專院校或者係中小學甚至幼稚園啦，去做個訓練。目前咧，我亦都係全中國唯一一個記憶培訓導師，係直接喺北京大學啦，去到進行一啲嘅演講分享，做一啲記憶嘅培訓㗎。喺香港啦，我好相信大家咧都能夠隨便輕易地揾到我嘅背景資料，因為咧喺香港你見到所有嘅電視台、所有嘅電台、大部分嘅報章雜誌咧都有訪問過我。我贏過嘅賽事或者係維持緊嘅世界紀錄有啲乜嘢咧？大家都能夠喺網上面輕鬆揾得到。呢18年嚟，我都非常之感恩，有唔同嘅社會各界人士啦、唔同嘅專業人士或者係藝人啦，都會透過我嘅方法啦，去到提升佢哋嘅記憶力同埋專注力㗎。當然啦，嚟到而家呢個環節嘅話咧，咁你可能會問阿 Sir 喺課堂當中，我就知道要記生字啦。咁但係你會用乜嘢方法去到幫助同學去記生字咧？嗱，咁其實咧，我會有獨家嘅記憶方法啦。咁都會係圍繞住咧我哋一啲視覺嘅吸收能力啦、想像能力、圖像嘅能力同埋一啲空間創作啊等等嚇，都會去到做到訓練嘅。呢一啲咧，我覺得喺學習嘅過程當中係能夠針對性地幫助到同學咧提升學習嘅表現同埋專注力㗎。我可以肯定話俾大家聽，如果咧我哋同學仔自細能夠訓練到我哋嘅記憶技巧咧，我哋嘅大腦係會有一啲嘅好處俾到大家㗎。首先專注力會有提高，另外咧記憶嘅能力一定會有提升㗎。咁大家咧會預期啦，喺呢個課堂完結咗之後咧，詞彙量一定會係大大嘅增加啦。而我哋去到面對新嘅一啲 vocab 生字嘅時候咧，同學亦都會具備一個能力去到進行記憶，包括閃示嘅記憶方法、代碼法、圖像法呢啲咧都能夠直接嘅應用喺學習上邊。
呢一個嘅課堂咧，嚟緊呢個暑期嘅放題咧，咁當然好多人聽到放題咧已經係好吸引㗎啦，即係無限任上啊嘛。咁究竟係乜嘢形式咧？我將會以兩個嘅組別啊進行嘅。嗱，咁第一個咧就係蛙鬼組啦。所謂蛙鬼組係咪即係喺課堂入邊好嘈、好煩、好辛苦咧？唔係喎，所謂蛙鬼組同埋精靈組呢兩個嘅分別就係乜嘢咧？喺課堂啦，老師包括我啦，咁會係以即係個實時嘅形式咧，去進行一個嘅講解啦，會進行例子嘅分析啦、理解嘅即係記憶啦等等。但係啦，去到輸出嘅環節咧，就會有少少方式上面嘅分別啦。蛙鬼組咧，我就會強調同學咧，我會邀請一啲嘅同學去到進行開咪啦，去到講解、回答問題。咁而精靈組咧，就主要透過係書寫嘅形式去到回答問題。咁所以啦，如果想話享受一個嘅熱鬧氣氛嘅話咧，咁同學可以選擇蛙鬼組。但係你話我想寧靜地去參與，專心地去到留心寫作嘅話咧，即係寫嘅話咧，咁就可以考慮呢個精靈組。當然啦，有家長可能會問阿 Sir，我可唔可以咧又體驗呢個蛙鬼組，亦都嘗試咧精靈組咧？梗係可以啦，因為咧我講明係放題啊嘛。換言之係90堂以上嘅課堂，大家係可以無限任上㗎。咁至於每一個課堂咧，我都會有重點嘅影片咧，咁都會係錄影放上網，讓到大家去到重溫。即使冇出席到課堂嘅同學咧，同埋家長咧，都可以透過重溫咧，去到學習得到嘅。中文嘅課題啦，嗱，咁有啲家長咧都會關注，咁阿 Sir 你會用啲乜嘢材料或者乜嘢詞彙咧？咁詞彙嗰方面啦，無論中文科定係英文啦，咁我都會咧係以唔同嘅種類咧去到劃分嘅。譬如中文咧，可能有情緒嘅類別啦、運動嘅類別啦，諸如此類。每一個嘅 category 咧，我都會有分最少10個或以上，最多20個嘅詞彙啦。每一個課堂咧，我都會係以 Zoom 嘅形式進行45分鐘。45分鐘入邊咧嘅劃分咧，咁我會有3大嘅環節。第一個環節咧，首先會讓到同學咧好快速地以一個嘅圖像進行一個嘅聯想啦。意思即係話啦，每一個生字咧，我都會係相應有一啲嘅圖片啦，讓到同學去到進行理解，做一個嘅聯想。跟住啦，每一個嘅詞語會用我哋獨家嘅一個記憶方法，叫做閃視嘅記憶方法。話說閃視呢個記憶方法係我10幾年前咧去到開發出嚟，並且去到提出嘅。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可能喺唔同嘅渠道都會有聽過閃視呢個記憶方法。我非常之感恩啊，因為咧越嚟越多人咧去到接觸到呢個方法，亦都認識咗。如果各位家長或者老師同學們，你哋係想了解多啲呢個方法嘅話咧，唔使擔心，喺我嘅 YouTube channel 當中，我已經拍咗好多嘅影片咧，去到免費嘅教大家點樣去學呢個方法，同埋點樣去運用呢個方法噶啦。咁所以咧，我喺呢度我就唔詳細多講。好啦，喺唔同嘅環節當中，首先頭先我講咗會有圖像啦、圖片嘅一啲聯想理解啦，跟住咧會有閃示，再加上第3個環節會有我哋一個叫做數字代碼法，去到進行一個掛鈎嘅記憶。咁乜嘢嚟㗎？嗱，咁例子會有呢一啲啦，咁呢啲嘅生字。至於圖片咧，都會以卡通啊，或者係咧喺網上面，我哋會揾一啲咧公開嘅材料咧，係方便同學咧能夠理解嘅。咁至於啦，數字代碼咧，咁其實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可能都會有聽過叫做鉛筆一鴨仔二呢一啲嘅口訣啦。我只不過係將佢更加具體地以圖像啊、系統嘅形式咧，去到表現出嚟。同學們咧，喺上我個課堂之前啊，其實每一個報名參與呢個課堂嘅同學咧，我都會發一個嘅，即係會 send 一個嘅代碼表，讓到每位同學都能夠擁有呢個材料嘅。好啦，咁至於你話我都想了解多啲喎，咁點咧？咁其實喺我嘅 YouTube channel 咧，亦都已經有一個嘅專門影片咧，去到教授呢一個嘅數字代碼嘅記憶方法同埋掛鈎嘅技巧噶啦。所以呢度咧，我就唔詳細多講。英文有啲 demonstration 俾大家睇嘅，英文嘅詞彙嗰方面咧，咁都會係啦，我會分種類咁去到進行，咁最少咧每一個種類咧都會有10個或以上嘅詞彙啦，同中文嗰個環節咧都係一模一樣噶，我會分咗3個嘅環節啦，咁都會有圖片去到進行聯想啦、掛鈎啦，跟住咧都會有閃示啦，跟住最後咧就會有數字代碼嘅一個聯想掛鈎噶，咁。英文詞彙嗰方面咧，我會有少少特別嘅，我會運用到咧 prefix 啊、root 同埋 suffix 啦，即係字首、字根、字尾嘅一啲系統咧，去到歸類進行嘅。嗱，咁圖片咧，咁同樣都係百搭噶啦，亦都有好多嘅種類。咁我呢度咧唔逐一去到顯示俾大家。嗱，
代碼嗰方面同樣啦，每一個課堂咧，我都會運用10個嘅數字代碼同同學咧去到進行聯想。咁你話每堂係咪淨係得10個生字咧？Guarantee 會教嘅有10個，深入地講解嘅會有10個，但係另外咧，我哋會有額外10個嘅詞彙咧，去到進行一個嘅額外嘅時間嘅訓練啦。咁讓到同學都可以以閃示嘅形式咧，去到接觸另外嘅10個。咁即係話啦，重點每堂會學習10個詞語，然後咧會額外加多10個嘅閃示。至於你話啦，究竟呢一個課堂其實我有啲咩目標咧？最重要咁梗係學記憶方法啦，因為咧閃示、代碼同埋聯想、圖像呢一啲嘅技巧咧，其實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會有好多嘅應用嘅空間啦。而至於喺學習嗰方面，同學咧係絕對能夠將呢啲嘅技巧咧帶到落去默書測驗考試當中，係可以讓到佢哋成績有好大嘅幫助㗎。同埋啦，以一個 Zoom 嘅形式咧。其實我好希望帶動咧，就係一個持續學習嘅一個氣氛啦，或者一個習慣啦，讓到同學咧，無論身處於邊一個地方，其實只要佢輕鬆嘅去到開到手機或者係電腦、平板電腦咧，都能夠參與到課堂。同埋我好希望咧，讓到同學體驗得到啊，學習咧係可以好有趣味，係好輕鬆，用一個另外嘅角度去到進行咧，係會充滿歡笑㗎。咁當然啦。咁唔同嘅記憶方法咧，咁最重要我頭先都已經講到啦，係應用嘅範疇，透過咧閃示啊、圖像啊、聯想啊、代碼等等嘅方法咧，係幫咗同學咧係應用翻喺讀書當中。或者可能有家長會問啦，咁我點樣確保個同學能夠係學得更加好咧？留意一下，一陣間我會有個家長嘅環節。不過我相信好多家長咧會最關注嘅就係咁價錢嗰方面係點樣啊？方睇喎，嗱咁今次咧我哋嘅原價咧就係2000蚊嘅課堂。2000蚊咧就會係上晒我哋以上咧所提到嘅90堂以上啊，即係嘅課堂啦，任選任上。嗱，咁課堂咧，我將會喺7月嘅暑期開始噶啦，直至到咧暑假完啦，咁我都會去到不斷嘅去到開班啦，不斷嘅去到上堂啦。而每一個參與課堂嘅同學咧，我每一堂用嘅 notes 啦，咁都會以一個 PowerPoint 嘅形式去 send 翻俾家長，讓到大家咧可以保留到並且可以重溫得到。至於我頭先會提到噶啦，每一個課堂我都會有一啲重點嘅環節去進行錄影，然後咧我會放上網，讓到參與過或者冇參與過課堂咧嘅同學都能夠重溫翻。好啦，咁當然有好多家長會問到，咦頭先我講到嘅代碼表啊，或者係我成個課堂當中會出現過嘅所有詞彙，可唔可以有一個 record 咧？有嘅，咁我亦都會有一套嘅教材咧，就會一次過去到 send 俾各位家長啦。咁同時咧，呢個課堂當中出現過嘅400幾個詞彙咧，咁我都會咧以一個列表嘅形式咧去到 send 俾各位家長。頭先我提到啦，家長嘅工作坊咧就係呢個額外嘅，咁家長係自願性參與，我會免費嘅提供一個嘅家長嘅支援啦，讓到同學家長咧都可以學習到一啲嘅方法，家長咧可以透過當中嘅一啲嘅技巧講解啦，你哋可以喺屋企協助到同學去到喺開學之後溫書啦，譬如默書或者係測驗考試等等。同時我亦都會咧有一個嘅 WhatsApp 支援嘅群組，讓到家長咧有問我哋就會即答。咁即時咧去到解決大家嗰個嘅問題，包括我啦，同埋我哋嘅導師團隊咧，包括我嘅同事啦，咁都會咧去到回答各位家長嘅問題。過往呢18年啦，其實我亦都教過好多嘅同學，咁我咧就唔逐一去到講佢哋嗰個收穫啦。但係你話要由0分變100分，由考第尾變考第1咧，我哋係有好多嘅例子嘅。咁所以咧，我係對佢哋非常之感到自豪啦。不過你哋唔需要憧憬，唔需要去羨慕人哋，因為下一個將會係你啊！嗱，因為咧唔同嘅技巧咧，其實只要你運用得當，有一個習慣去到做嘅話咧，其實一定係能夠輕鬆做得到嘅。至於啦，比賽嗰方面咧，我哋暫定啊，會喺9月7號啊，就星期日嚟嘅，會舉行一個公開組別嘅參與賽事啦。咁但係你話點解叫做公開組別咧？因為啊，呢一個嘅課堂啦，呢個放題嘅課堂同埋咧一個比賽咧，我係非常之願意啦，亦都係非常之希望能夠同唔同嘅學校去到合作㗎。咁
學校嘅話咧，咁我哋係能夠喺9月開始咧，就會同學校個別去到安排時間啦，去到貴校當中咧，去到舉辦一啲嘅考核。嗱，咁至於考核咧嘅需要嘅時間咧，其實唔多，我相信咧大概1個鐘即係左右嘅時間啦，咁就去到進行。形式啊或者係內容嗰方面咧，我哋將會喺稍後咧去到同大家詳細講解。不過我成個嘅過程咧，呢個比賽都係希望以鼓勵嘅形式、良性嘅競爭去到進行，所以咧。金獎、銀獎、優異獎唔同嘅表現咧，我都會根據翻同學喺呢一啲嘅考核當中或者比賽當中咧，即係嗰個嘅表現啦喺限時裏面鬥記得多嘅詞語啦咁就去到睇佢哋嘅表現，然後咧去分翻一啲嘅獎項俾佢哋同埋證書。咁期待咧大家喺暑假當中咧，我哋一齊嘅去到學習，一齊嘅去見面。咁咧喺暑假當中，我會喺課堂當中同大家親自去到見面啦。如果各位咧想查詢翻我哋嗰個嘅價錢，同埋我哋每一個時期會有啲特別嘅優惠。如果係學校亦都想了解下點樣去到合作，同我哋點樣具體嘅透過一啲嘅合作幫助到同學嘅話咧，咁歡迎大家 WhatsApp 聯絡我哋嘅同事 Miss Chan 55281088咁亦都可以咧透過呢一個嘅 WhatsApp 嘅電話咧，就可以聯繫到我啦，我嘅同事啦，我哋成個團隊好希望咧喺課堂當中同大家去到見面。咁我係風 Sir 嚟緊暑假同大家見面，記住呢一個係放題嘅課堂，90幾個課堂等住你啊！到時見，拜拜。